数位部2025年要来推出数位凭证的皮包啊，按算讲，佮会甲其他的部会合作，甲身份证跟保卡驾照拢加入来代替目前使用的卡片。也毋过有民众是真烦恼讲个人的资料会外流。数位发展部是表示讲，这款数位凭证是真安全，民众的个人资料是无直接嵌伫内底。妈，你有电子处方签吗？遮以前去药领药啊到位啊，较发现无啥就处方签，即嘛只要手签一扫，就输了马上知影你要爱领什么药啊。为着互民众生活会当更较利便，数发部2025年推出数位凭证钱包的 App， 甲各部会合作，毋但会当放政府核发的证件，亲像是身份证、健保卡、驾照、技术师的证照等等。未来包括特殊身份买票、银行开户、查保单、超商的会员卡、甲领会验证、办手机啊等等，嘛会当加入数位凭证的钱包啊，扩大应用的范围。强调我们不是要发数位身份证，也没有要发证件在数位皮夹里面，依照国际的标准去打造，所以未来是在跨国的使用上是有它的互通性的。虽然数位钱包啊会当降低伪造证件的风险，嘛会当由使用者家己决定想要公开什么款的资料，避免文书风化现现。不过，台湾网络诈骗是世界赢杯，民众若点入去侵犯的网址，或者是建国平台的中华电信去有骇客入侵，各自恐惊有流出去的记录。可以选择性，你可以要揭露什么就揭露什么，而且你原则上就是手机了，你就不用带那么多证件了。不管是用手机做脸部辨识或者指纹辨识，那就确定是你本人，你就不用担心被别人冒领。因为有的程式码释放出去，而且在整个数位凭证皮夹，它本身的架构是做分散式的处理，那所以它就不会有一个集中式的资料库，就可以避免说因为这个集中资料库产生的问题，而造成民众的资料外泄。另外，考虑数位落差甲侪会使用者的需求，数位钱包啊并不是强制性的，民众要是会当选择使用传统的身份证，提供予第三方来验证。那数发部嘛要拼今年的12月份，决定应用的场合来试办。公司新闻台北报道。